现代社会吼，无离婚是算足稀奇的呢。袂啦，人足侪翁仔某嘛感情足好诶。是安尼吗？啥物无离婚真稀奇？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真大好关于边。大家好，我欢喜在地新闻的主播林玉珍，身为一个查某人，查甫人。你敢有看到恁厝里有一寡，譬如讲恁爸爸、恁兄弟姊妹啊，有一寡辛酸苦楚的故事。莫讲兄弟姊妹啊啦，咱身躯边的女性，每一个女性，拢是一个故事，只是精彩的迄种内容无共，对吧？像我拄好看到三代女性。你看到三代女性？阮阿嬷，恁阿嬷，嘿，阮妈妈，恁妈妈，甲阮小妹，无共三代女性的故事大汉的。像阮阿嬷，伊自细汉啊。你确定要讲恁阿嬷、恁妈妈？生四个，生四个嘛，迄个足辛苦安尼养阮这四个大汉，到即马变老啊，然后就是迄种感觉。迄种感觉我毋知要安怎讲啊，就是。反正囡仔拢长大的成人啊，拢有成就啊嘛，阿嬷嘛咧享福啊，所以阿嬷嘛算利息算讲是幸福的啦。即马看起来还好呢，因为老啊，因为伊早年的时阵伊做辛苦嘛，到老啊了后要享福的时阵。开始身体慢慢变你讲的是安尼。其实伫阿嬷迄个时代，大部分的妇女朋友、女性差不多拢是安尼啦。做辛苦。嘿啊，若一代比一代较好啦。是啊。甲妈妈才就继续好，甲妹妹才佫较好。嘿啊，妹妹就是现代女性的代表。冲迄种诶，啥物拢毋惊。男朋友。现代的独立的女性。好，赞。是啊，我今仔日为什么会讲到咱阮爸爸阮阿嬷、妈妈跟阮小妹的故事？因为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《高味》。高一味迄个高味。嘿，伊嘛是咧讲三代女性的故事。而且吼。这出戏未演先轰动啦，是啊，嘿，未开始放送吼，就已经伫咧网络顶引起真大的讨论啊。是啊，足侪人咧讨论，尤其是内底演员哦，一个比一个较大咖，嘿，一个国民阿嬷，女主角就是国民阿嬷，叫做陈淑芳。陈淑芳，哎呀，你够厉害！哎，拜托，我自细汉看伊演阿嬷，演到即马，搁咧演阿嬷。然后，伊即出戏内底高味，阿嬷伊算讲生三个查囝，生三个，这三个查囝嘛拢是足大咖的演员来演的。第一个，就是演过咱《俗女养成记》的谢盈萱。夏迎轩，伊演大查囝。大查囝。过来第二查囝是。歌手搁演员的徐若瑄。徐若瑄嘛是这部电影的监制。监制。而且伊搁唱这出戏的片尾曲，片尾曲啦。多才多艺。第三个查囝就是演过咱华视那是一个人的孙可芳。女主角。是。这上主要是在讲啥物？陈淑芳演的阿嬷。阿嬷。伊自细汉的时阵因翁龙少华演的。演的因迄个翁就放某放囝啊，就离开啊，做伊走啦。到雄一天，伊要过70岁生日的时阵，雄收到一个消息，讲伊的翁已经过身去。所以就是讲，伊即个翁放某放囝了后，咱即个陈淑芳阿嬷，伊伫剧中的名叫做秀英。秀英靠伊家己一个人，听讲是咧卖迄个虾卷。一个打尔，一个打头卖虾卷安尼吼，甲三个查囝请到大汉。无简单的，因为这个虾仔卷卖到尾也是变餐厅，为一个打头卖到变餐厅。伫迄个陈淑芳，秀英阿嬷，伊伫内底，伊要做70岁生日的时阵。是啊，迄个时阵吼，突然间吼，就接到因翁伫外口死去的消息。然后。除了接到伊翁死去的消息，另外佫一个互伊真打击的一个代志，就是因翁伫外口佫一个女朋友，而且这个女朋友嘛，转来吼，讲要甲这个阿嬷做伙来处理这个后事，翁婿的后事。
结果你知影，迄阿嬷内心是非常的硬啦。上硬的就是，伊三个查某囝含迄个女朋友，伊爸爸交迄个女朋友讲话。因为有当时啊是安尼啦，三个查囝可能是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代志，因为对这三个查囝来讲，迄是爸爸。那么爸爸这几十年伫咧外口，有另外一个阿姨咧照顾这个爸爸。对查囝来讲，嘛是一个安心的，嘛是一个感激啦，可能嘛是一个感激。所以伊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甲阿嬷讲，其实你会使去体会一下讲外口迄个查某人，迄种处境，伊甲你共款，嘛足爱爸爸呀。这几十年来嘛一直咧照顾爸爸，所以为迄个角度去甲伊妈妈。消透伊内心的迄种硬、迄种怨愤啊，也搁有伊甲即三个查囝关系，嘛因为翁婿转来的这个办后事过程当中，伊才重新去了解，就讲原来即世人为着要趁钱饲查囝，甲即三个查囝有遮尔大的即种心结。是，因为其实吼，你要安怎讲吼？因为你是一个查人，查某人。卖虾卷，请用你三个查囡仔大汉，你当要去趁钱尔，你当为着要趁钱尔，你要安怎去顾着这三个囡仔的成长的过程？是啊，足辛苦的啦。咱今仔日吼讲到家庭这个物件，咱就要来讲一寡厝、家庭、亲人有关系一寡意思，嘿。来，第一个，你也当做吼，你讲，这是阮的一家人，一家人，你台语安怎？一家人，一家伙仔，一口罩，一口罩，还有一家伙仔，还有厝内人，还有亲人，即个咱常常讲啦，这个事你也伫现代，讲较广泛一点嘛。就一点仔想，有的人伊可能无血缘关系，无血缘关系，可能无姻亲的关系，可能因两个人彼此感觉是一家伙仔的这种感觉，你就当甲伊叫做你的厝内人。因为即摆的家庭形态甲以前无共款。差足济。你若讲以高美这出电影来讲，你像伊的爸爸，自细汉就甲伊的查囝，甲伊的查囝，甲伊的某离开咯。所以你要讲伊这个爸爸，甲因某囝就无算一口罩，因为真早就离开了。但是因为因有血缘的关系，所以伊是算伊的亲人。伊这个爸爸就算伊的亲人。上主要是讲，咱的小编是咧要甲咱讲吼，这一家伙仔、一口罩、亲人、厝内底人到底随着这个社会形态的改变，可能有一寡无共款的用法。可能有一寡无共关系，咱探讨。对啦，嘿。咱讲了家庭这个事了，咱来讲一个事，叫做伴侣。伴侣，你有啥物见解？伴侣是安尼啦，伴侣就是讲吼，有感情的关系，但是无一定有婚姻关系两个人。吼，譬如讲伫咧高美这出戏内底啊，这个阿公，佮去找一个情人，嘛斗阵生活一世人啊。因两个嘛算伴侣啦，虽然是无婚姻的关系，但是有感情的关系，叫做伴侣。因两个嘛是伴侣。我搁要讲一个例子，伫咧同性婚姻还未通过进前，查甫佮查甫的做伙生活，迄个关系应该嘛能叫伴侣，对。查某跟查某做伙生活嘛能叫做伴侣。所以简单来讲，伴侣就是斗阵做伴，另外一半，就会使做伴侣嘛，对吧？上主要是咱的小编是要甲大家讲，伴侣这个律，有真侪人发音调发唔对伊。对。我一开始我会感觉是伴侣，真侪人讲做伴侣，其实唔对，爱讲伴侣。继续咱来讲一个词，来。这个词叫做，这有够难诶！我跟你讲。来。所以这个词吼，我是安怎记的？你敢知？三碗饭。三碗饭吼，一碗饭、两碗饭、三碗饭。真讲啦。对。这三个字的意思，其实就是讲吼，两个人啊，互相挖客，互相照顾，互相挖饭的意思，小挖饭，还有另外一个，其实我嘛无听过，叫做
楼。其实套楼吼，若讲佫较在地，你会使讲为套尾啦。套尾。嘿，小套楼、小套尾，就两个做伙套楼，行到套尾。哎呦，这无简单呢，这顶世人有烧好香开当。有福气吼。系啊，因为翁仔某吵吵闹闹啊，无离婚，即摆现代社会吼，无离婚是算足稀奇的呢。袂啦，人足侪翁仔某嘛感情足好诶。是安尼吗？啥物无离婚真稀奇？啊，咱讲到高美即个家庭观系吼，其实吼，咱嘛有一寡俗语会当来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，爸母疼囝地心内，走总艰苦无人知。哎呦，这句话足水的。对啦。虽然有一寡足心酸的感觉，也毋过听起来是足水。没啊，这主要是咧讲爸母疼囝的这个伟大啦，甲种爸母疼囝长流水共意思嘛，对啦吼。啊，我就想着吼，因为阮像阮姑姑有一个，伊读较济册一点，啊为着要装伊的学费吼，伊的注册费吼，啊阮阿嬷、阮阿公啊，一人甲人借钱走总啊，总钱出来互伊读册。互阿姑读册，哎啊，恁阿公阿嬷袂歹呢，恁阿公阿嬷并无重男轻女呢。阮兜的概念，就是讲吼，你囡仔，毋管是查甫，毋管是查某，你只要有法度读，就互尽量你读。啊，读的以后看会当读较悬袂？光宗耀祖，光宗耀祖，诶，即种感觉，对，安尼是对的，嘿。对啊，啊，佫有一个，咱较多讲着离婚吼，结婚吼，啊有一句俗语一句俗语就咧讲吼，有缘来牵手，无缘做朋友。嘿，上好是讲吼，无要紧啦，反正就慢慢好来好去啦。虽然离缘，慢慢歹面相看啦，无缘做翁仔某，咱就来做好朋友嘛，系啊。但是有当时真难呐。迄真济，真济迄翁仔某离缘吼，拢安尼歹亲情，嘿，歹面相看啦，嘿啦，嘿啦，真行一路啊，要做朋友嘛真为难呐，嘿啦。咱今仔日讲到遮吼，其实咱主要是要加讲一寡咱国片加足好看的国片推荐互咱的乡亲，因为你拄仔佫甲我推荐另外2出吼，高美之外佫一个无声。无声，无声，无声。啊，佫有亲爱的房客，亲爱的厝卡，哦，拢真好看，对对。好看，拢即摆佫咧搬。哦，咱的国片，咁嘛推荐互咱的乡亲是多好朋友，嘿，会当去看啦。啊，明仔载高美嘛要开始放上演啦。哦，对，高美大家爱去看哦。大家小酒来看电影咯，嘿。啊，看台语一年档学台语哦。好，嘿，好来。这个时间去试试看咱的台语真练档，拜拜。你还乖乖听母的话哦。我爸跟我姐到底做错什么事？我们都知道我不是他，我没有办法为他做的那些错事跟你道歉。今妈还做的代志是放手。小时候学校颁奖，爸都一定会来。我就想，只要我一直得奖，爸就会记得回来。我爱阿公的是阿嬷。这个什么哩？